家四爷深夜约会嫩模，梅开7度，狂欢至凌晨4点。太太，四爷说今天也不回家了。检测到怨妇之妾，吃瓜系统唤醒，雷电蓄力中。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真心被践踏。这场婚姻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羞辱。因为年少时的心动，在韩旭州出车祸被姐姐退婚时，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。本以为终有一日可以打动他，可等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花边新闻。韩家四爷为爱一掷千金，包厢对戏7小时，成为3金影后入幕之宾。既然失望攒够了，那以后老娘就不奉陪了。头好痛。吃瓜系统加载中，30%、60%、99%，重启完毕。吃瓜系统是谁？谁在说话 ？Hello 啊！哎呀，我是吃瓜系统006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看来不是幻觉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东西啊，我是吃瓜系统006。我们的宗旨是吃遍天下瓜，卷遍瓜地里摆烂的茶。哦，是你把我电晕的。那是意外。先生，太太她看到今天的头版新闻，太伤心昏过去了。听见没？刘姐又在跟韩旭州打电话哭诉。宿主，你这精神状态还好吗？我好得很。你也是来跟我说韩旭州的事儿？哎，拉倒吧！韩旭州的事儿，以后谁爱管谁管。老娘从此，心如止水。凡凡，你别这样，我很有用的。有什么用？天下大瓜尽在我手。哼，说来听听。你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本书，你的角色是反派大佬早死的原配。我早死？我早死？要死也是韩旭州那出了车祸腿都断了还夜夜风流的男人比我先死，我还等着他死了之后继承他的亿万家产呢。太太，先生电话。继承我的家产，志向不错。听到最好，以为老娘怕你啊？以后我的事儿不许跟韩旭州说。好的，太太。这是怎么了？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可是006，我虽然熬夜，但也还算养生，不至于这么短命吧？因为刘姐了，她每天在你茶里下药，你当然短命。靠！老娘以后谁都不认。走，干他！四爷，刚才收到太太消息，现在想道歉，晚了。四爷，太太没有道歉，她只是说家里的保姆给她下毒，现在已经报警了。终于不装贤妻良母了。备车，回家。不愧是我，怎么着都好看。006，你说我跟那个刘姐无冤无仇的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？因为她是韩家大夫人周晶的人。周晶曾经和韩旭州求爱被拒，嫉妒你能够嫁给韩旭州。所以说，我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献祭的出气筒。老天爷啊，婚姻究竟给一个女人带来了什么？
果然还是钱来的实在些。太太，我是先生为您安排的新保姆，你可以叫我兰姐。先生已经快到楼下了。什么？韩旭州竟然回来了！你说他过来干什么？他不是昨天刚从嫩模的床上下来，一夜7次吗？现在不应该再补觉吗？话说他腿都这样了，做一次多费劲儿啊！怎么精力还是这么旺盛？这是李凡的声音，可他并没有说话，奇怪。真是个天赋异禀的奇男子啊！怎么冷飕飕的？他这么看着我，难道是昨晚床事不顺？这双狗眼真吓人！再看就把你眼睛挖出来！李凡，我这狗男人突然发什么疯？难道真的床上不行了？我就说玩太花会虚吧。四爷，息怒。单看李凡这乖巧样子，谁能想到他在心里骂我是狗？夫人，赶紧哄哄这位爷啊！韩先生，这块地毯很贵的，记得报销哦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你瞅四爷一个眼神，夫人就赶紧来伺候我。你别说，这狗男人这张脸还挺唬人，可惜老娘已经不爱了。不爱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说你被下毒了，死不了吧？就是不能开口说话。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活呗，谁能活过你呀？祝你活到9000岁，活成老王八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么现在滚出韩家，要不然就过来做你该做的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想让老娘伺候你？怎么？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太太，苏小，就今晚。你是不是想死？宝，你小心把大反派得罪狠了。我以前对他百依百顺，他不是照样羞辱我？既然如此，我怕什么得罪他？有种他就弄死我！我这是在做梦，他胆子一直这么大的吗？对不起，四爷，想想我们的大计划，冷静啊，要忍住。陈特助有这样一位喜怒无常的老板，真是可怜他了。人家不用你可怜，他年薪1000万，你一个月只有50万，还没年终奖，你不如他。好吧，同情说散就散。不过他也确实贪，他女朋友和他交往前就有男朋友，后来看着他人傻钱多，和他在一起后，专门从他这儿捞钱去养前男友。这也太无耻了，竟然花着陈记的钱去养别的男人。谁花着陈记的钱去养别的男人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今天这两个人奇奇怪怪的，而且都用一种很微妙的眼神看着我？四爷，太太，没事，您这不像没事的样子吧？我得想办法提醒提醒陈特助，毕竟比起韩旭州这个狗男人，陈特助对我好多了。你人挺好。对，还好。韩先生，今晚要不要留下来吃火锅？哎
很香的哦。按照四爷以往的习惯，肯定不会同意。好，陈特助，哦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我陈特助，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太太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绿色？你看，我的幸运色就是绿色。既然陈特助喜欢，那就再杀一只新鲜的王吧，最好是绿色的。好的，太太。等等，手机先吃。太太请吃火锅，太太真是个好人呐。你也是个好人。看今天的月亮像不像你那发绿的脑门儿？爱是一道光，绿到你发光。难道是？智商堪忧啊！唉，年轻千万是靠好人卡混上来的吧？看来是懂。陈特助，四爷。走。哦，太太，火锅可能要改日再吃了。切，抠门的男人，亏我以前还喜欢过他，我因为他无辜躺枪被下毒，连个补偿都没有。果然，越有钱的男人越抠。喜欢过我？难道他不是沈家派来的内应吗？信女愿一生，荤素搭配，诅咒韩旭周这个铁公鸡在嫩模床上不举。陈姬，四爷，给太太转200万。哎呀，财神爷大气，祝他夜夜18次。闭嘴！我没说话呀，这人有毛病吧？李凡，我现在对你有点感兴趣了。走。陈记回去把那个奸夫揪出来了，现在准备起诉女友还钱。他给他女朋友花了多少钱？上千万吧。这样对比起来，韩旭周可真抠。但是大反派他长得好看呀，不当吃不当喝，长得好看有屁用？明天韩家有场晚宴，四爷说需要您出席一下。我呸！哪次回去韩家人不是对我冷嘲热讽吗？谁爱回谁回，反正我不回。哎呀，去呗去呗！你现在可是有我这个宇宙无敌最伟大的吃瓜系统了。让我带你扳回一城，洗刷以前的耻辱，怎么样？你确定？可以啊，包的，我可是最强的，韩家的瓜超乎你的想象哦。真是个坏系统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起回韩家，开始我们的表演吧。李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从同学到夫妻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、了解过他。哇，太太今天好美啊！记忆中总是沉默无趣、呆板木讷，从来不知道他也有这么光彩照人的一面。还学会抛媚眼了。太太的确漂亮，只可惜四爷不喜欢。如果黎凡确实是真心对我，不是为了算计接近我，我倒也不是不能。咦，你闻到了吗？我是系统，我没有嗅觉。他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，大概是刚和哪个女人温存过，真恶心。
再动一下的话就滚下去。那我可以不去了吗？好耶！这礼服才穿了一次，不到半小时，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。你是我绑定过最抠的宿主。100万！闭嘴！哎，本番的老男人就是阴晴不定，谁还没有个眼瞎的时候呢？年少不知鲜肉好，错把腊肉当成宝。你闭嘴吧！好丑，他都不会累的吧？走。韩家老爷子原本只有3个儿子，分别是长子韩复阳、次子韩熙华、小儿子韩炳山。后来老爷子60大寿，年仅16的私生子，也就是你老公韩旭州被接回韩家。我很期待今晚的好戏呢，老公。哟，四叔，这是刚从哪个女人的床上下来呀？要是天天这么玩啊，可得保重身体。韩安怀，韩家大少爷韩复阳的儿子，原来是正牌弟妹来了呀！我还以为是哪个嫩模来了呢。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这么说，李凡可又要伤心了。毕竟是韩太太，像这么大的场合，要是还轮不到她来的话，那魏姐岂不要笑掉大牙了？下吧，一会儿看姐怎么折腾你。看来不需要我帮忙，我也很期待你会如何炸翻这个让人恶心的虚伪宴会。韩太太，四叔啊，你也真是放着这么肤白貌美的太太不管，让人家独守空房，怎么能成呢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怜香惜玉的。小六，就从这个猥琐男开始。收到，瓜田开胃菜。他和他的三婶韩家三夫人苏贤有一腿。别看这两人端着，其实前脚刚从床上下来。你看他脖子上的红印。哦吼，禁忌关系啊！禁忌关系？他呀，就喜欢刺激。要不是韩家二夫人年纪大了，他还想对他下手呢。所以作为他的四婶，你得小心。李凡，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说出来让大家一起笑笑啊！我看大侄子才是刚从哪个女人的床上下来吧，脖子上的印子还挺新鲜的。我和苏贤的事很隐秘啊，李凡不可能发现。那又怎么了？我还没结婚呢，谈个恋爱不是很正常吗？是吗？大侄子今天喷的是哪款香水？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哦，跟三嫂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三嫂，你脖子上的粉怎么比脸上还厚啊？干嘛呀你？我这颈纹多，这粉自然要抹厚一些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三嫂是想遮脖子上的吻痕呢，是我误会了。三嫂，你得注意了，你可不能让三哥误会啊。苏贤的胸针和韩安华的袖扣是情侣款，就连今天的戒指也是戴的情侣款的哦。这对狗男女还真把自己当正经情侣处对象呢，比韩旭州都无耻。哎，大侄子，你这袖扣挺好看啊。哎，跟三嫂的胸针是情侣款吗？难道我儿子真的和苏贤有那种关系？看你说的，凑巧啊，凑巧，凑巧。哦，那情侣戒指也是凑巧吗？都给我住口！一个个喝多了是吧？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？给我滚回原位去！哦，忘记说了，韩老爷子呀，也跟苏贤有一腿，不护着他的。苏贤挺厉害啊，连韩老爷子的床都能爬上。韩旭州不会和他也有一腿吧？
好痛！你发什么疯？老娘迟早把你轮椅给卸了，让你爬着走。这倒没有，韩旭州眼光高，看不上苏贤。哦，也是，他虽然狗，但眼光还是在线的。就前2天那几个嫩女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我都喜欢。闭嘴！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我没说话。听说你被人下了毒，人没事吧？啊，这老头想扯开话题呢，我偏不让你们如愿啊！我没事儿，只是大侄子跟三嫂怕是有事儿。毕竟真爱无敌呀！毕竟真爱无敌呀！你个贱人，一大把年纪了，居然还敢勾引我儿子！妈，你们听我解释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好解释，你以为我傻吗？够了！这韩老爷子也风流，都73了，还在外面包养了3个女人，他还力不从心，只喜欢看自己的女人和别人讲讲尿尿。韩老爷子包养了3个？李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抹黑我韩家会是什么后果？没错，你想让整个韩家因为你而蒙羞吗？因我而蒙羞？你们说话之前原来都不喜欢带脑子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要说是我逼你和三嫂滚到床上，干出这许多道德败坏、有违伦理的事来？老四，你放任这个女人要到什么时候？你别忘了，你也是韩家人。光说他们没说你是吧？你7老8十了吧？怎么还有力气在床上整？你儿子们知道你还在外面养了3个女人吗？什么？或者说，他们知道你连儿媳妇都不放过。什么？我操！这么劲爆！什么？天哪！这么劲爆？天哪这也太劲爆了！我操！什么？告诉我生死你！够了！李凡，你胆大包天，肆意妄为，恶意抹黑我韩家人，必须受到惩罚！来人，上家法！家主，既然要上家法，那不如让老四亲自动手吧。让老四来。黎凡不过是沈家养女，由不得韩旭州喜欢，韩旭州肯定不会因为他跟老爷子翻脸。凡凡怎么办？要不你求求大反派吧，我觉得他不会那么狠心的。他才不会管我的死活。这1年来，我遭受了多少嘲讽，他从来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过一句话。四爷，这是真的要对太太用家法吗？老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您的那套家法早该被淘汰了。你放开他！四叔啊，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就这么心急，想取代老爷子，成为韩家家主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放开！走。真没想到他刚刚竟然会帮我。我就说吧，大反派不会那么狠心的。谁
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为了自己的颜面才帮我的。哎，现在看来，韩家真是一根干净的黄瓜都没有。哎，大反派可是干净的，那些绯闻是他为了营造人设，有意让人放的。那些女人他没碰过，这个我可以作证。顾兰、林青青、古兰音，还有谁？前段时间的嫩模，一个都没碰。不会是车祸烧那个地方吧？好可怜，这才30岁，就不行了吗？抓住我干嘛？秋后算账！果然刚刚的维护都是假的，亏我还感动了0.001秒。嗨，这张脸，哇，身份证都这么好看。不过，韩旭州把身份证给我做什么？啊，韩先生，你这照片真好看！你要是进娱乐圈，铁定是顶流，整个燕城的……韩旭州突然抽什么风？他这下总能看清我的年纪了吧？二根子终于安静了。韩先生，请慢走。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！我今天晚上睡这儿。凡凡，臭啊，拿下他！我又没疯，就算他洁身自好，我们也只是有名无实的合约夫妻。这些年受的委屈也是真的，他是不是个烂黄瓜我都不要他了。1年后结束合约，我立马走。他是在说气话，还是真的？他真的要走？那我叫人去收拾客房。我睡主卧。那我今晚先去睡客房。狗男人，狗男人，狗男人！合约婚姻是需要保密的，李小姐忘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要和我睡一个房间？罢了罢了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忍。啊，好的，韩先生，我明白了。他为什么要留下来？这里有一个女人伺候他，他不会觉得寂寞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和那些女人没做到最后一步，也不代表没做其他的。他一个奔3的男人，难道和那些女人盖被子纯聊天吗？咦，难道真不行？陈特助，四爷，我今年几岁？您今年28。四爷真是越来越奇怪了。总算有个实数。他是没读过小学吗？四爷，你今天晚上确定要住这儿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去查一些事，关于韩家的。是。哎，太太回来了，需要吃点什么吗？随便煮。我要吃一份螺蛳粉，外加臭豆腐、臭鳜鱼、臭面筋、卤肥肠、卤大肠、卤猪蹄、虎皮凤爪、皮辣椒、虎皮三鲜，上面撒上香菜、大蒜，再加个榴莲。太太，这晚上吃这不太好吧？要不明天再吃？不，我现在就吃。先生需要吃点什么？不必了，跟他一样。你要不看看太太打算吃些什么呀？好。陈特助，太太，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个饭？我突然觉得这个陈特助长得挺清秀的，出手还大方，什么绝世好男人啊！我怎么遇不到？我怎么感觉冷飕飕的？太太，我已经吃过饭了。哦，那好吧。看样子还挺失望。陈特助，你也下班了。四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
慢点吃，榴莲给你开好了。先放着吧，我一会儿吃。先生您吃啊，好。他是故意。先生，厨房还有折耳根，你需要吗？需要，拿上来，把这些都拿下去。韩旭中竟然喜欢折耳根，狗男人！果然跟他不是一路人，他肯定是吃咸豆腐脑。你好过分啊！我身为一个系统都有点受不了了。韩先生，您喜欢吃就多吃点儿。韩先生，好吃吗？006，你看见没？这个没面子的男人。好笑吗？狗男人，狗男人，狗男人！等我有钱了，一定要抓他去种折耳根。那可能有点难，毕竟你大概率不会比他有钱。还真是，到明年离婚，我能攒够5000万就不错了。你说他的腿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我要不要喊人进来帮他呀？大反派的腿早就好了，现在是装的，好让韩家那群人掉以轻心。等他反击的时候，就是韩家易主的时候。竟然是装的！可我以前还天天心疼他呢。呸！浪费我的表情。李凡到底在和谁对话？那个东西好像什么都知道。韩先生，您要洗澡吗？我操！他现在连装都不装了。你和他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除非你不要钱不要房子。真不指望他有什么绅士风度。你自身条件那么好，干嘛不转换策略，勾住他，做个豪门太太，不是能得到更多吗？我也是有骨气的好不好？当豪门太太哪有包养小鲜肉来的好呀？更何况，嗨呀，算了，你不懂。你倒是说下去呀！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不懂。我是真心喜欢过他的，越是付出过真心，越不能平常心。30岁的老男人还能保养成这样？他28，还没30呢。有什么区别？男人过了25就是60了。胆小鬼！坏了，韩旭洲不会以为我想勾引他吧？哎，早知道从客房拿件浴袍来了。哎，那很好啊，扑倒他，来一个美好的一夜情。你疯了，我疯了。算了，不管了。跟老娘玩这手，看我的！我是山里灵活的狗，真实不伪装的他，灵动有趣多了。哦，
他是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这么白？女人而已，又不是没见过。哦，8块腹肌，手感一定很好。哇，这个腿长都有1.8米了吧？穿西装铁定好看。美男跳钢管舞，这是头一次见，要是没穿衣服就好了。好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韩先生，我睡前喜欢背古诗，不然睡不着。吵到你了吗？他又发什么神经？睡不着的话，就去做运动。果然是夜夜春宵的男人，一天都离不开那档子事儿。我说的是运动。我明白。谁说床上运动不是运动呢？哼，男人。留在这真是个错误的决定。四爷，轮椅！四爷，轮椅！该死，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失误。快，叫人给我准备一个轮椅。好的，四爷。再给太太转200万。好。有个综艺邀约，上不上？什么综艺？田园类真人秀直播，叫《花园深处》，顾兰老师亲自推荐你。顾兰是青山的女主角，我就是个女4号，那也没什么交集。她好端端的为什么推荐我？有猫腻。当然有猫腻啦，他知道你是韩旭州的老婆，传说中的豪门弃妇。这次他推荐你过去，不过是想给你一个下马威。你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踹掉你上位。那你说我要不要去啊？去啊！娱乐圈瓜最多了。有道理。四爷，太太说她要参加一场综艺。以后这种无用的消息没必要告诉我。是，还以为太太在他心中会有所不同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李老师，就您一个人啊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您会带助理呢。叫我黎凡就好，我不习惯别人喊我老师。好的，我叫任轩，今天由我接您和古老师。他口中的古老师，应该就是传闻中韩旭州的白月光古兰一。哎，古老师来了。他和韩旭州确实是替身文学。什么？我就知道这个狗男人。淡定，不是韩旭州把你当成他的替身，是他把韩旭州当替身。这么劲爆！古兰一上大学的时候和韩安素谈过恋爱，韩安素你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那个韩富阳的次子，韩旭州的小侄子。他们是叔侄，
多少还是有点相似的。所以古兰一开始和韩旭州接近，单纯是因为把他当韩安素的替身。一开始，所以现在不是喽？现在接近韩旭州，一是因为爱上了，但是自己没意识到；二嘛，就是他想借势获取资源。但古兰玉最喜欢装清高了，他肯定不会承认的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很重要。什么事儿？他有脚臭，香港脚很多年了，寻遍良医不得治。这有什么的嘛？很多人都会脚臭啊，但是古兰一这种清冷人设，凡凡，是空调太低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不脚臭。坏了，嘴瓢了。啊？什么？我看小说呢，一时嘴瓢了。我不冷。哦，古老师，你要是冷的话，可以和我说。哇，不错，这一趟没白来。我还有些话想和李老师说，能给我们2分钟单独相处的时间吗？哦，好。韩太太不必如此啊！同为女人，我不喜欢争风吃醋的戏码。韩旭州在你那是个宝，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啊！你没有必要为了警告我离他远一点，而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录节目。难怪林明六说他爱装清高，合着自己脑补了这么多戏。古老师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也是这个剧组的一员。参加这个节目是顾兰老师推荐过来的。我言尽于此，与其为难我，不如让韩旭州里的人。我对有夫之妇，实在没有兴趣。韩旭州经常纠缠他吗？并没有，大反派心里只有工作，纯事业狂。唯一一次主动找古兰一，就是用资源和他做交换，让他配合炒作。这人装过头了吧？Hello， 兰姐好。我向来不喜欢别人叫我姐姐啊。好的，兰姨好。什么？现在的新人素质还真是堪忧啊！顾兰在圈里的人设是高冷御姐，但是她包养了3个小鲜肉，还不算。她喜欢肌肉男，块头很大的那种，而且她还有点抖 M 的倾向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她还喜欢多人运动，主打就一个刺激。韩旭州还好这口，你别老扯上大反派，他的一世英名你一个人毁了一半。他一个天天上头条的人，还有一世英名，得了吧。各位嘉宾已到齐，那么可以开始分房间了。2位男士一间，剩下的1个双人间和2个单人间，各位可以自行分配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周内还会陆续有嘉宾到访，所以这一层的房间是剩给剩下的嘉宾的。我喜欢一个人睡觉，我要单人间。不，你不喜欢，你喜欢多人。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睡觉，我也单人间吧。你确实需要单人间。我都无所谓。丽帆姐姐，你愿意跟我一起睡吗？当然愿意。丽帆姐姐啊，你力气好大呀，你能不能帮我也拿一下行李箱？小姐姐，我来吧。谢谢。据006说，白萧贤已婚，连孩子都有了。腼腆小鲜肉是人设，出轨多次倒是真的。好漂亮呀！丽帆姐，你的身材好好啊，不像我那么胖，我都已经胖到80斤了。80斤还胖？你看肚子上的肉，我最近都不敢吃东西了。阮离最喜欢别人夸她瘦，所以经常是立小鸟胃的人设，镜头前吃2口就饱，回到房间偷吃零食。真的好胖呀！我最近要减肥。是挺胖，
而且肉挺松的。你平时不运动吗？丽凡姐，我1.6米，80斤。对啊，是挺胖的，太胖了。不是，你多高多重呀？真是笑死了！你敢不敢把你的身高体重报出来，让网友评价评价？哎，我啊，1.65米，90斤。哼，比我胖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所以呢？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才80斤，他们都说我瘦，我哪里胖了？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这是反话，你听不出来吗？哦吼！白萧贤刚刚进顾兰房间，亲上了，开脱了。这两人还有一腿？只要看得顺眼，顾兰几乎来者不拒。唯一不太好的是，白萧贤没那么多把戏，顾兰不够尽兴。这也太大胆了。算了，只要他们不招惹我，我就不报他们的官。但是如果想欺负我，大家集合吧，开始策划任务了。这半个小时都不到吧？哎呀，都说了不尽兴嘛。各位还没有吃午饭吧？食材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呢需要大家共同协助完成今天的午餐，大家加油吧！就知道是这样，我不会下厨，我也从没下过厨，就不给大家帮倒忙了。我也不会。那个，我最近减肥，我吃一根黄瓜就好了。我倒可以帮忙打下手，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不太好吃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黎凡的厨艺很好，不如劳烦你给大家做顿饭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厨艺好？我跟你似乎不认识。玉婉给我说的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玉婉又不会骗我。他跟我说你得了那个病，也是真的喽？啊？你胡说什么？嘿，跟你学的呀。你，你应该庆幸我今天心情好。是心情好还是记得？他就是个变态，你还是不要得罪他，离他远点。怎么有瓜？他手上沾血的，他喜欢玩赛车，之前撞死了一个老头，后来为了灭口，把老头的孙子也撞死了。他还把尸体当成自己的战利品，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了起来。撞人的车子也收藏了起来。什么？可妥妥的变态啊！他不会现在就在想怎么弄死我吧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自救。梁家和韩复阳是一伙的，那梁家也是韩旭州的敌人。只要我把梁康的事告诉韩旭州，想来他也不会放过梁康。四爷，小姐，会议暂停，下午继续。好的，谢谢好的，韩总。谢谢韩总。杀神，梁康的确可以做出这样的事。那太太那边，看来他又是从那个神秘东西的口中得知的。梁康不敢对他动手，去查一下尸体的位置。然后呢？违法犯罪的事，自然有法律监管。梁康做的远不止这些。再去添把火。四爷怎么连句基本的安慰都没有？真够无情的。是。既然大家都不想做饭的话，那我们就抽签决定吧。做的不好吃，大家都没有胃口。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能者多劳。李凡，你不会是不想给大家做饭吧？我当然不愿意，我在家也是不用下厨的。哎，兰姨，我记得你之前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说过，你很擅长下厨，现在怎么又不会了？你别张口就来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做饭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《明星冰箱》第2
第3起。我很久不下厨了，确实有些生疏了。生疏和不会是2回事儿。蓝姨，你可别张嘴就来。哎，要不我们就按节目组的规定，抽签决定吧。好。那么抽签的结果出来了，李凡、古兰一、白萧贤一组负责我们的午饭，剩下的人负责晚饭。那么如果没有意见，可以出发了。那个，大家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玩什么游戏？我们就来玩真心话大冒险。用这个转到谁，我们就让他来回答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吴老师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？真心话。那你跟韩四爷是什么关系啊？朋友。哦，你这个回答也太官方了吧？那你们没有发生点别的什么关系？这是第2个问题了。好吧。我选大冒险。给你微信新标第1个好友打语音电话。我的新标好友只有1位。他看我干嘛？莫名其妙。怎么会是韩旭哲？原来如此。顾老师都把人设置成星标好友了，可见这个人在顾老师的心中分量不轻啊，是吧，李凡？真够讽刺。当年我也和韩旭洲要过微信，只是每次都被他冷冷拒绝。我都已经开始有点磕你们这对 CP 了。你们够了，别再打趣我了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顾老师谦虚了，我可听说韩四爷是不加别人的私人微信的。这样吗？那看来我在旭州的心中还是挺重要的。早知道不提这事儿，白白把机会让给了顾兰。好了，那我就简单的跟他说几句吧，他可是很忙的。对方没有加他。哦，看来也没有很重要吧？还好以前没加上，不然指不定哪天就轮到我尴尬了。韩旭洲可真狗啊！就算是普通朋友，怎么会不吭不声就把人删了，也不说一声呀？不过如此了。我不玩了。昨晚梁康进了顾兰的房间。他昨晚不是跟白萧贤一起来的吗？对呀，顾兰喜欢刺激，白萧贤对他来说太平淡了。梁康这个变态就不一样了，两人刚好一拍即合，干柴烈火了嘛。这不得分享一下，让陈记知道他们四爷头上戴了多少顶绿帽子。我操，这么劲爆！陈特助，完了，死定了！手机。你跟黎凡的关系很好啊？没有，太太她就是太无聊，想找个人，聊天。无聊？让他来加我。您之前不是说过？说什么？以后有关于他的事情都不必跟我说。我现在就把您推给太太。哼。大家好，我叫沈玉婉。
沈玉婉怎么会在这儿？沈玉婉成立了自己的珠宝品牌，来这个节目打广告来了。看来大家都到齐了。介绍一下，这2位是刚到的嘉宾，珠宝设计师沈玉婉小姐和国医大师李立仁先生，大家欢迎。妹妹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妹妹，没错，黎凡是我的养妹，沈家收养的女儿。又是这样，沈玉婉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才是沈家的正牌千金。玉婉，人家明显不想理你嘛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家连条狗都养熟了。凡凡，你好歹先装一装吧，不然会被观众骂的。妹妹，怎么感觉你脸色不太好的样子啊？怎么会，姐姐？欢迎来到花园深处直播节目哦！有吃瓜系统在，我又怎会不欢迎你？沈玉婉，你就等着被揭穿真面目吧！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？看来大家认识的差不多了，你们的房间在1楼，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太太，您加四爷了吗？我干嘛要加他？我有事直接联系你们就好了。你还是加一下吧，我已经把四爷的微信推给你了。不加。为什么呀？你们家四爷当初自己说的，有事儿联系陈特助，不该抱你的幻想不要有。好了没？四爷，太太说不想加你。哼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把他微信推给我。好。好了。有人添加好友了，我就说陈姬为什么硬要让我加韩旭州微信，感情他们在一块儿呢。喂，太太。陈特助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八卦，你想不想听？听说你家四爷的白月光是古兰一呢，只可惜你家四爷只是被白月光当成韩安素的替身而已。哇塞，好惨啊！狗男人，让你再来烦我。韩太太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我们的合约尚未到期，你的3000万也尚未到账。靠！韩旭州，算你狠！哼，绿帽先生！哼，凡凡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什么时候是他那边的人了？凡凡，冤枉啊！哼，睡得还不错。最新消息，昨晚顾兰把包养的男人都喊了过来，房间里电乱闹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可是节目组，因为导演也是他的群下之臣，还有梁康，上半夜和顾兰，下半夜和沈玉婉。这么大的瓜，当然要和观众们一起分享。你想曝光他们？没错，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在节目上处处为难我。我要是不反击，还真当我是吃素的了。哼！哎，早啊，凡凡。早，今天安排了什么活动？暂时还没确定呢，之前定的活动目前都用不了。哎，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。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你要听听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哎，你这个主意不错啊，刚好李立仁先生也在，我这就去找导演商量一下。Yes。我们这是干什么？
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医大师李老师为大家把脉，为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医学知识。哼，既然第一个要把脉，那李凡来好了。你怎么不第一个？还是说你根本不相信李老师的能力？你别胡说，不就是第一个把脉吗？说的好像多吓人似的。我来就我来，来吧。反正我的身体一向很健康，肯定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不，李老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身体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每个人都有生理需求，你太过于纵欲，身体已经亏空了，要注意休息。我操！我听到了什么？顾兰周玉！我都没有男朋友的，这把脉简直堪比我妈检查我手机啊！要注意次数，我更没有女朋友，手和玩具也不行。还是大师，这话也太糙了吧！身体已经亏空的很厉害了。我说我没有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无法支持顾营后了，请的什么用意啊？陈特助，快看直播，大瓜！太太，你没有其他朋友可以分享吗？没呀，有的话谁还找你啊？你可以去找四爷啊。你身上还有一股异味，你最好去妇科查一下，这个传播类的疾病。顾兰竟然有传染病！我说我没有病，你听不见是不是？没看出来是谁？这私生活得乱成什么样？在这黑我的是你，还是你？你们才有病呢！李老师啊，你说顾兰她有传染病？大概率是有的。不过这类疾病都是通过性传播的，跟你们都没有关系的。当然有事啊！给我也查查吧。渣男要遭报应哦！什么情况？白萧贤竟然跟顾影后有一腿？突起了把直接给我喂成了！我带你去妇科检查。有病的是顾兰，我检查什么？这病它会传染的。我又没和他你怎么敢呢？这真的是我不付钱就能看的，直接给我给又干伤了。传染跟玉玩有什么关系啊？贵圈一塌，乖，一边玩去吧哦。陈特助，直播精彩不？操！陈特助竟然把我删了！咦，真没想到你和梁老师竟然是情侣。呵呵，真没想到沈玉婉挺了人，竟然直接借势和梁康炒起了 CP。没办法，因为顾兰的事，他们不得不暂时绑在一起，等赚够流量后再分手。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，两家关系也很好。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！这对狗男女直接在一起得了呗。梁康巴不得能和沈玉婉在一起，但是沈玉婉瞧不上梁康啊。哦，其余人呢？顾兰退节目了，白萧贤发声明去了。这就是渣男渣女该有的下场。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，两家关系也很好。四爷，沈家真是自寻死路。等梁康的事情压不住了，他们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太太给你发消息了吗？四爷，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过于关注太太的消息了？我做事需要跟你解释吗？不是，四爷，你看嘛，太太她真没给我发消息。冤枉的，我都删了，我可是清白的。没有。陈特助竟然把我给删了！是谁去追这个顾兰让你删的？真是太可怜了！等我有钱了，就把你挖过来给我做事。哎，你看见过没有？你数数，顾兰给你家四爷戴了多少顶绿帽子，都快绿成王八了！子座，别说了，子座。恕我直言，你发不起他的工资。恕我直言，你发不起他的工资。吓死我了！
这狗男人不会把陈特助绑架了吧？有事发这里，别打扰陈特助。韩先生，听说顾兰的病会传染，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？我和顾兰没关系，学会闭嘴了吗？这是什么新的赚钱方式？了解，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时刻为老板效忠。哎呦，你来了，快快坐下泡泡脚。还挺舒服的。哎呦，那个谁，你也别愣着了，脱了鞋泡泡脚。等等，我怎么记得他有脚气？不，我脚上有伤。哎呀，有伤没关系的，我这足浴桶里的中药呀，刚好消炎，泡泡有好处的。对呀，刚好让李老师帮你看看。韩先生，快看直播，看你的白月光。我来帮你。其实有脚臭也没关系的，很多人都有。我都说了我不泡脚。你的脚臭很多年了吧？这是顽疾啊！我给你开2副药，用我的法子很快就会缓解的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韩旭州怎么没回我？吃瓜一点都不积极，还是陈特助好，至少有个反应。韩先生，闭嘴！好的，有钱就能让我闭嘴。别聊天了，吃瓜了。白萧贤追古兰一去了。什么？白萧贤现在在安慰古兰一，让他和自己炒 CP， 转移公众注意力。古兰一这么清高一个人，肯定不会同意。你还真高看他了。可白萧贤已经结婚了，要是被曝光，古兰一不就成小三了？白萧贤渣男一个，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。再说，古兰也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。这也太渣了吧！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人得逞。记得知道白萧贤老婆的联系方式吗？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华人深处这个节目热度竟然这么高了。新消息，白萧贤老婆林露清带着女儿白雅雅上飞机了，打算来找白萧贤算账。太好了，看来我的电话没白打。白萧贤这种人就该交给他老婆亲自处置。我们就跟观众一起吃瓜吧。对了，白萧贤已经让人发布了他和古兰一组 CP 的文章了，还买了热搜。这不得好好恭喜一下我们的韩先生。韩先生，你的白月光要和白萧贤炒 CP 喽。韩先生，等我回去就给你直播，全绿的。韩先生，我觉得你轮椅的颜色也不好，回去给你改成绿的。太太这还不如不跟四爷发消息呢。四爷，太太她……白月光是什么？您的白月光不是古兰一小姐吗？我的白月光是古兰一。不是吗？大家都说古兰一是您爱而不得的初恋，还说……继续说。还说您娶太太是因为她长得像古兰一小姐。这群人眼睛是瞎了吗？这娱乐新闻就是这样，加上您之前传出的绯闻，她死了都能给你说成活的。看来他也相信了。花园深处还有几天这个节目结束？应该还有4天。公司许久不曾团建，要不去白马村团建？好嘞，四爷，我这就去办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嘉宾都有谁吧。来喽！这位呢，就是我们票房近100亿的喜剧演员程欢。
这位呢是3金影帝季英寻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？他比荧幕上瘦很多，也好看许多，长得真不错，妥妥的禁欲系美男啊！按照书中剧情，他会成为沈玉婉鱼塘中的一条鱼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是我自己做的卤味，大家不嫌弃的话，都尝尝吧。这个不肥，你尝尝。CP 红利可不是这么好吃的。那当然，白孝贤老婆和女儿已经到景区门口了，马上准备过来捉奸了。你俩不会是情侣吧？是啊，我们刚确定关系。谷老师，他还和顾兰在一起过呢，你心里不膈应吗？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可他有病哎！好了。今天中午午餐的食材需要大家去隔壁的村民家获取，大家可以自行分配组员。季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跟你？听说你是小鸟胃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把你吃成大胃王。走，我们一起。走。李老师，那我们一组？不敢当，叫我黎凡就好。好，那你也叫我名字。这个人和韩旭州气质还挺像的，不过韩旭州更猛一点。英寻哥，不如我们一组吧。禁欲系的男人，我还没试过什么滋味。沈玉婉，这是要开始钓鱼了？不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和梁康抢？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这不会就是白孝贤的女儿白雅雅吧？bingo， 没错，白孝贤老婆就在不远处。白孝贤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？黎凡小宝贝，别用正常的思维去看待一个渣男。小弟弟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父母呢？阿姨，我是来找我爸爸的。阿姨，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？你怎么叫我阿姨？我还是个女孩子呢，你怎么叫我弟弟？这小孩怎么这么没礼貌呀？阿姨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是。好结实，好有弹性的胸肌，没想到季英寻这么有料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季老师。胸肌的手感真好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沈玉婉当海后的快乐。你是个有丈夫的人，请收敛一点。我决定了，等我和韩旭州离婚，我也要包一个鱼塘。注意，白孝贤的老婆即将到达战场。雅雅，你好。她是我妈妈。你想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那他就是我爸爸。他就是我爸爸。什么？白孝贤他是你爸爸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爸爸，你难道不认识我和妈妈了吗？谁家小孩在这乱说话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根本就没结婚，更不可能有小孩。明明是你的女儿，你是个坏人！你不仅不认我和妈妈，还在外面有别的女朋友。你在去咬他们！我们俩没什么关系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骗子！你刚刚明明承认了。不是的，我跟他是为了炒 CP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白二牛，你还是人吗？白二牛，这是白孝贤在老家的名字，后来他出道了，就改了名。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！有老婆孩子，居然还炒 CP？ 这是我们的结婚证。我本来还想着你要是能跟雅雅认个错，我还能放你一马，但是没想到你根本不配为人。你不仅没认出雅雅，还当着她的面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林露清，自问这几年老子对你不薄吧？我呸！这么多年你出轨不止一次，还男女不继。贪污屁股了，好大的信息量！你就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渣子！天哪，毁了你的不是我，这事儿是你自己。一针见血的，日积要害的，忠诚且客观的。白孝贤退出了节目，这次他是塌了彻底，基本没有翻身的可能。
倒是林路清带着女儿暂时留在了节目组。哼，渣男咎由自取罢了。晚上9点半。韩旭中突然给我发个晚上9点半是什么意思？大反派要过来找你了，晚上的飞机大概9点半的。什么？哦，我猜他应该是看到了他的白月光受委屈，所以特意找过来。大反派他们到了，入住了景区的别墅区。凡凡，你要去找大反派吗？我找他干嘛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多睡会儿。哎，陈欢姐和季老师不多留几天吗？不了，还有事。最近几天玩的挺高兴的。我也是，我还得赶通告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？回头有合适的剧，我可以推荐给你。当然可以。季英许也不错，对吧？当然，人家可是影帝。偷偷告诉你，他还是个处女，母胎单身。要是拿下他，你就是他的初恋。那不是比韩旭中那狗男人干净多了？你别猜疑彭丽，我们大反派也是母胎单身，好吧？那顾兰、白小贤也是牡丹，谁说炮友是正经恋爱呢？他应该也有腹肌吧？不知道有几块？简直没眼看！你说是口水？季老师平时有健身的习惯吗？有。那有练腹肌吗？我那个最近想健身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你想练腹肌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健身教练。帅吗？你不是健身吗？帅吗？大有腹肌吗？几块？听说黎凡小姐已婚。既然季老师问起，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是结了婚，可我家的男人身残志坚，1个月30天，有28天都在别的女人床上翻滚。那剩下2天干嘛？吃药，毕竟身残，不吃药不行。季老师，凡凡，投资方的四爷和周副总来了。许周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们昨天晚上就到了。那你也没说他会来我们这里啊？我刚才说话的声音不大吧？说他有没有听到？听到了。我应该和这个韩四爷是第一次见面，怎么敌意这么重？韩先生，狗男人，这女人胆子是越发大了。这位呢是启航资本的周副总。周先是韩富阳安插在韩旭周身边的线人。什么？周先是间谍？对呀，大反派已经把梁康的所有罪行交给了警方，所以梁建仁打算利用周先销毁证据。贱人，你怎么还骂人？不是梁建仁，是梁建仁。是梁建仁。好特别的名字哦，怎么会有人叫贱人呢？那我先走了，我们再约。就走了吗？再不走，我要赶不上飞机了。反正我们已经有联系方式，等我回燕城，咱们再约吧。好呀，好呀。这个女人，当着我的面还对别的男人恋恋不舍，当我死了吗？太太这位就是四爷的太太。你竟然是韩太太？这也太低调了吧！嘘，保密，保密。太太，你最近在节目组过得如何啊？还行，这里挺好玩的。陈特助还真是贴心，比狗男人好多了。大热天的有点冷是怎么回事？韩先生，您这次来是要留下来一起录节目吗？你猜？他又犯什么病？不对，古兰叶还没下来，白月光还没见到，韩旭周怎么会走呢？不过他这段时间怎么没有娱乐新闻了？大反派现在已经掌握了韩家人所有的把柄，韩家家主之位马上就要易主了，所以不用再立风流的人设了。太太，四爷这次不上节目，我们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团建，顺便送周副总上节目。其实四爷就是找个理由来见你啊，太太。看来你在这儿过得很好。是的，韩先生，
这里山清水秀，十分养人。那我要是在这住几天，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药了？误会，误会！靠，他果然都听到了。韩旭周的脸真的没话说，只可惜残疾了，要不然也轮不到黎凡嫁给他。他真的来了，但我不能太过热情，我要让他主动来找我。四爷过来是为了见谷老师吧？谷老师是谁？你说韩旭周不会是装的吧？其实两人都在暗暗较劲，等对方先低头。这系统你来当好了，我看你挺能脑补，没款也能把自己强行喂饱。什么脑补？你没瞧见古兰一那似嗔似怨的眼神，都快抽筋了。他这样看着我干嘛？给我表演三分凉薄，三分讥笑。这女人脑子里一天天装的都是什么东西？早就想认识四爷了，只可惜一直没机会。但听我爸说，四爷身体抱恙，让我不要多加叨扰。但我看来，四爷，你除了站不起来，气色还挺不错的吧？这也是个贱人。你说谁是贱人？哎呀，你别误会，我说你爸是贱人。再给我说一遍！贤侄气性未免有些大，你爸难道不是良贱人吗？对啊，你爸本来就是贱人。你当着我的面想要对我太太动手，你这胳膊是不想要了吗？明明是我放弃了你，你就该一辈子想着我待在泥泞里，再也不得翻身。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总比贱人长久。你彻底得罪两康了，要是韩旭周干不掉两家，你迟早完蛋。管他呢，大不了我以后不出门行了吧？再不济把别墅卖了出国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！小怂包。哎，谷老师、陆青，你们也过来见见四爷和周副总。林陆青和韩旭周有仇？林陆青和韩旭周有仇？不是呀，他和周仙有过节。他们能有什么过节？林陆青和周仙互为初恋，后来因床事不顺，林陆青把周仙给甩了。周仙从此心生怨恨，到处宣扬林陆青嫌贫爱富，最后闹得人尽皆知。床事不顺，哪方面不顺？是太大了？看着也不大啊。李凡，跟我出来。哎，四爷，谷老师，你还有事吗？这眼神，活脱脱就像在看一个负心汉，还说不是白月光。四爷，不如先别走吧，我看一会儿这谷老师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。与我何干？拜拜。你刚刚真的很猥琐，一直盯着人家看。我那不是好奇吗？所以到底是怎么不顺啊？不是太大，是太小。那得多小啊！小到林陆青非分手不可。哪里不满意？没有不满意。我又没摸过，我哪知道满不满意？陈记，四爷。哦，好，推。要我教你？不用，我就是个狗奴才呗。韩先生这次过来，真的只是团建吗？不然你以为？那我和你说一个秘密怎么样？既然是秘密，那就凑近点说。周仙是韩家大爷安插在你身边的间谍。这人平时咋保养啊？皮肤真好，这睫毛是妈生的吗？怎么这么长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周仙是韩富阳安插在你身边的。
什么？我说，周先是韩复阳安插在你身边的间谍。哦，才30岁就耳背了。韩太太啊？你连你自己丈夫的年纪都记不清了吗？啊？4舍5入，懂不懂啊？28。什么？28岁。这重要吗？重要。哎呀，随便。所以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啊！竟然这么淡定。因为他们很快就……四爷。啊？四爷，处理好了。我们现在回去。你明天来找我。哎，凡凡啊，明天的节目活动是露营烧烤，大家都去准备了，你也去准备一下。露营烧烤？走。OK， 今天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坦白局活动。那么，坦白局的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们和初恋分手的原因。我母胎单身，哪有什么初恋啊？性格不合。我老公就是我初恋，目前应该不算分手。切，没想到你们感情这么好啊！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。我们就是彼此的初恋，还没有分手，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回答。那顾兰可是不算吧？别问就是身心分开算。贵圈真乱。我和我初恋没有什么故事，无非是我没钱，他嫌我贫穷罢了。哎，所以呢，人的目光要放长远一点。现在穷不代表以后穷，万一人家是潜力股呢？我看未必。若是你初恋嫌贫爱富，那你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在一起。我猜是另有隐情吧。我要是那个初恋啊，绝对不会受这个窝囊气，我会告诉所有人真正的原因。凭什么因为一个人的一面之词，我就要遭到误解？可惜你不是他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胡言乱语？OK，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坦白局的第二个问题。你现在最想对前任说什么？希望他以后擦亮眼睛。真情远比金钱重要，爱能抵万难，嫌贫爱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大女人就不该受这种窝囊气。我想对前任说的是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可你早谢，我肯定会离开。不是，谁早谢啊？那总不能是我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周仙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他的初恋呀。爱是能抵万难，但短小不能，疲软也不能。林路青衣，谁出现？是他。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抓我？我犯了什么错？早谢一孙芬凡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有人举报你泄露商业机密，数量庞大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带走。等等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完了，这肯定是韩旭周搞的鬼，他发现周先是间谍了。直播暂停，大家先各自活动，我去找导演说明情况。过来。大下午的，他又想干嘛？太太，四爷在等你吃饭。我没说要你等我吃饭吧？100万。啊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这家伙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大方了？啊，虽然已经吃过了晚饭了，但为了100万，拼了！已经吃过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正好肚子饿了。他竟连实话都不愿和我说，哪怕对陈记，他的笑容都比现在真实。吃不下就别吃了。我能吃下。吃过了还吃，
不怕噎死？我没吃过。看来沈家也不过如此。你在沈家待了那么多年，也没什么长进嘛。沈家当然不过如此，不过是一群人面兽心的家伙。我不吃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去哪儿？要你管。等等，哦，你要不留下来睡觉再走吧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去。他这是在挽留我吗？还是第一次见韩旭洲这样？那好吧，这边有客房吗？去主卧。这儿没沙发。你睡床上，我办公。哦。睡不着？哦，我没换睡衣，能借你一件衬衫吗？去衣柜里自己拿。韩先生，有什么要求一次性说清楚。窗户太亮了，可以关上吗？韩先生，你不办公了吗？你不是觉得太亮了？又不是我要来这里。韩先生，不允许我办公，还不允许我睡觉。这家伙真能甩锅。凡凡，这次我站你。大反派刚刚说话确实有些过分。小六，其实我更气的是自己。你说江柔要是还活着，会不会对我很失望？江柔，君万集团的江家。如果江柔还活着，我大概不会被沈国昌换掉，更不会成为沈家的养女。被沈国昌换掉？和谁？沈玉婉吗？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他。四爷，我已经派人将太太送回节目组了。太太让我告诉你，叠好的衣服已经给你放床头了。陈特主啊，你觉得我之前对李凡怎么样？四爷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如果把您当成合作对象来说的话，您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上司。如果把您当成丈夫来说的话，您对太太确实不太好，甚至什么？甚至很差。四爷，您该不会是喜欢上太太了吧？对。四爷就这么水淋淋承认了？这还是我认识的四爷吗？我需要关于李凡的所有资料，然后你再去帮我调查一下，当年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江家？我怀疑沈国昌当年在江家动了手脚，李凡的身世也有待考究。您是说，太太是真正的江家小姐？你先去查。啊，是。哎，四爷，韩家那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动手。好。啊？怎么这么安静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妈呀！你终于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大家人呢？你是不知道，当时周贤被警察抓走之后，没过多久，梁康也被警察抓走了。警察说他杀人了，并且证据确凿，我当时都吓死了。没想到我跟一个杀人犯相处了那么久，梁康被抓了。对啊，没想到韩旭洲的动作这么快。那这节目你没看官方发的微博啊？因为突发事件，咱们这个节目就只能暂时结束了。虽然说有点仓促吧，但是他们答应观众说还有下一次，所以这节目就这么结束了。对啊。真没想到节目就这么结束了，一时间还真不知道去哪儿。刚走没多久就又回来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有病？太太，今天没活动，
没有，节目结束了，白回去一趟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助理，我得想办法为上司和喜欢的人制造独处的机会。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太太，你想不想游泳啊？我们这个顶楼能游泳的。可惜了，我没带泳衣，不然玩玩也行。没关系啊，我有。陈特助，我说的是女士泳衣。我有啊。你不会有女装癖吧？不，太太，我不是变态，而是这个别墅它有提供女士泳衣。这样啊。既然想游泳，那就走吧。四爷，腿！算了，您高兴就行，反正也装不了多久了。又在看股市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刷到的，我平时都不看这些的。这小胳膊小腿的有什么好看的？还开直播，谁会给他刷礼物？谢谢凡凡小富婆的火箭，还满意能看懂吗？要是不满意，也可以私信我。人家问你满意吗？不满意，不满意。那再看一会儿。不了，我不爱看。只能看不能摸，有什么意思啊？8块腹肌，我摸上了。韩先生，我摸够了。我正经人来的，不怎么喜欢这些。要是能再摸摸胸肌就好了。是吗？那这里呢？不想摸摸？我摸够了。比基因学的如何？什么？韩旭州好奇怪啊，他不会开始馋我干净的身子了吧？凡凡，睡谁不是睡？能睡到大反派，只赚不赔啊！虽然话糙理不糙，但你这也太糙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叫人去做。你们公司团建什么时候结束？我的节目已经录完了，我可以回去了。你可以带我回去吗？看我心情。那好吧，那我自己走。明天就走。四爷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太太真的是江柔的女儿。当年沈国昌和文莲心将太太和沈玉婉调包，还对外称太太是养女。当年江家没落，没有人在意，更没有人会去调查，所以才让这个秘密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很好，沈家的好日子该到头了。系统，如果按你说的，这个世界的女主是沈玉婉，那这故事看着都快完结了，男主怎么还没出现啊？何止没出现呀，男女主怕是再也没有机会相遇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故事线跑偏了呗。你没有看过小说吗？我都这么写的。所以我的世界真的是一本小说。哎呀，想开点嘛，万千世界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大家皆是书中人。韩旭州给我发消息了，说晚上韩家大夫人举办酒会，让我跟他一起去。去呗，大反派应该要开始搞事情了。最近感觉他怪怪的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。那你还恨他吗？现在想想，他不过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商人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不过是一厢情愿，谈什么恨呢？那就去吧，让我们亲眼见证故事的结局。
一会儿这有珠宝枕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我没钱。你要是看中什么，你就让陈记给你买。你呢？我一会儿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嘛。哦，好吧。走。哦。嗯。唉。就是。黎凡，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里？你身为沈家的养女，嫁出去以后就对沈家不管不顾，害得父亲气坏了身子，又因为嫉妒我是真正的千金，在外面处处针对我。这黎凡也太没良心了吧！就是，怎么还有脸出现呢？黎凡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如今沈家出了这么大的危机，你竟然一点表示都没有。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难道全部都忘了吗？李凡，还不赶紧滚过来认错！你欠我们的，这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谁欠谁的还说不准呢。太太，在韩家的地盘上为难我们家太太，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你们说我家太太是领养的，欠你们的永远还不清。当然。怎么，你个白眼狼还想抵赖不成？很好，今天我们四爷请大家看戏，戏的名字就叫做《狸猫换太子》。当年沈国昌联合自己的小三文连心，将自己和江柔的亲生女儿调包，而那个被调包的女孩，就是我们的太太李凡。哇，原来黎凡才是江柔的女儿，沈玉婉竟然是冒牌货。这么说，黎凡才是真千金啊！你胡说，我才是真正的千金。没错，玉婉才是我和江柔的女儿。当年的监控视频已经说明了一切，你们骗别人可以，别把自己也骗进去。你胡说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有录像？这肯定是假的。是黎凡，他让你来陷害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谁陷害谁心里清楚。韩旭州竟然都知道了。刚从系统那儿得知自己身份时，我也试图寻找过证据，只可惜时间相隔太久，很多事情早就无从考证。只是没想到韩旭州竟然还能找到当年的监控录像，应该花费了很大功夫吧。不，这是假的，是假的！是真是假，自己跟警察说去吧。还有，把你们这些年从江家私吞的财产一并吐出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是韩富阳？对，我是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接到举报，韩富阳涉嫌盗窃商业机密和故意伤人罪，现在需要带走调查。爸，救我！爸，富阳，爸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举报人是谁？是我。你看，是你，是我。韩富阳干的那些坏事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包括当年他故意设计车祸，害我险些丧命，你也都知道了。你别胡说！胡说？天哪，韩四爷的残疾居然是装的！你没残废，你很失望，韩景山。这些年你过得挺好。你在说些什么？我可是你爹！哎呀，樊少怎么这样？爹，
看来你已经忘了当年是怎么霸占和欺辱我母亲的。我母亲因你而死，你将我带回韩家不管不顾，只是为了让我成为你那几个儿子的垫脚石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你是我爹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对韩家不感兴趣，因为他注定会毁在你手里。你会遭到报应的。爸，韩老爷子病了，还不送去医院？是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走吧。算了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别听他胡说，你不会遭报应的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是吗？嗯。狗男人，不是说禁欲系吗？我开始重欲系。请看，你今晚睡沙发。你不是说要给我幸福吗？啊！不要！我再也不说30岁男人不行了。韩太太，我欠你一场婚礼。如今，你愿意一起陪我走完岁月的尽头吗？年少时无数次幻想的瞬间，在此刻重合。我想，这是一个暗恋成真的故事。我愿意。